你覺得 pizza 係咪預製菜啊？係啊 ，hamburger 係咪預製菜啊？叮一叮或者係稍微加熱一下，嗰啲我覺得都係咯。嗱，2024年27號文件咧係明確話咧，所有嘅方便食品、盒飯啊、蓋澆飯、饅頭、糕點、pizza、漢堡、肉夾饃、麵包、三文治呢啲唔算喎。咁討論條毛啊，大佬！即係我話俾你聽，而家所有嘅群眾最關心嗰個唔係話你法律上定義嗰個預製菜係咩，所有嘅群眾擔心嘅係食咗佢哋心目中諗嗰種預製菜。所以呢期節目咧係一個廣義上嘅預製菜嚇，係老百姓心目中想像出嚟嗰個預製菜，同我哋健康息息相關嗰個預製菜，而唔係話法律或者某個監管機構定義嗰個狹義嘅預製菜。咩係中央廚房？平時睇短視頻咪話好多個餐插咁開袋，然後喺微波爐叮咁就出到嚟呢啲嘢。之前係會覺得咁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啦，咁食外賣係咁噶啦咁。但係咧，我發覺自己真正了解咗之後，開始越嚟越難接受呢樣嘢，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僥倖心理咋，可能唔係咧咁。但係咧，當你了解到原來嗰個餐飲業發展到一定嘅程度，好似麥當勞、肯德基咁，即係呢啲世界級嘅超大型嘅連鎖餐飲咧，佢一定會有中央廚房嘅。但係咧，好多人都未聽過咩叫中央廚房，你知唔知啊？係咪即係專門有一個食材加工嗰啲地方，跟住發貨加盟係嘛？係啊。你幾多錢加盟入嚟，跟住咧我負責發貨俾你咁。然之後你就下面請幾個唔需要係大廚級嘅，係咯，即係求其揾個係啦，有手有腳係可以入到廚房做嘢。所以其實係搞到好多真係識煮餸嘅廚師失業咯。我覺得，因為你中央廚房咧係色香味美全部幫你搞掂好晒。以前我未了解之前咧，以為中央廚房係喺上午整好晒所有嘢，跟住下午咧就運過去門店嗰啲廚師咧就直接就煮上午中央廚房新鮮滾熱整出嚟嘅嘢咁就唔會擺好耐時間。咁當然可能都會有啲中央廚房有咁嘅架勢，但係咧就睇咗老羅同埋西貝嗰啲咁嘅視頻之後咧，你係會發覺其實佢大部分都係1年甚至24個月，即係2年嘅包裝。即係你食嘅嘢，隻牛係2年之前劏定嘅，24個月保質期嘅嘢入面咧，係咪啊？都唔知道佢點樣防腐嘅。當你諗深一層，會發覺個個都係咁嘅情況下咧，你好難接受。特別是咧，就睇到佢有一 part 咧，就講嗰啲所謂嘅兒童套餐。咁我哋咪去食嗰啲咩酸菜魚啊？哇，9個9一份兒童套餐，哇，以為執嘢咧係咪啊？團購嗰啲9個9一份嚇，又有飲料，有薯條，有雞翼、粟米粒，係有個盤咁整出嚟啊！小朋友好開心，咁你覺得好健康。兒童套餐入邊係有蒸蛋呢個？嗰啲蒸蛋咧，其實好耐之前已經有人爆啦，有啲蛋液嚟啊嘛，即係佢唔係剝開個雞蛋，蛋液倒出嚟咁一蒸就得噶嘛。以前係真係點都會呃下自己冇嘢嘅，可能佢唔係咧咁。但係當一間咁貴嘅，因為佢西貝係屬於係貴噶嘛，咁一間咁貴嘅嘢你都即係咁，更何況我嗰啲9個9嘅兒童套餐咧，食啲咁嘅嘢俾細路。中央廚房優勢，其實咧，如果有得中央廚房嘅咧，嗰個衞生條件啊，相對嚟講會比起啲小作坊真係個衞生條件好多，因為佢唔需要處理好多生嘅嘢啊、切嘅嘢啊，即係減少好多屠宰啊、生啊嗰啲咁嘅清洗啊相關嘅嘢嘅接觸操作啊，非常之簡便，唔會話好似廚師咁一腳踢啦。咁當然啦，如果係大嘅酒樓啊，咁你後廚都會有唔同嘅分工嘅。咁但係真係如果相對小作坊一腳踢，特別是擠拿生意，後廚可能1至2個人搞掂晒所有嘢，嗰個衞生係真係相對嚟講係好嘅。呢個係無可否認。同埋佢有個咩優勢咧？佢供應鏈有優勢。嗱，因為我咧以前 master 都係讀供應鏈嘅 supply chain 嘅，供應鏈一個最重要嘅一 part 就係節省成本，因為佢由頭到尾都係緊密連接，都係成個規劃出嚟嘅。咁所以喺呢個入面嘅，無論你係配送又好，物料嘅利用率又好，全部呢個過程都係以節省成本為主嘅。普通嘅食肆，你唔係話供應鏈，咁佢係咪有好多中間商啊、上游嗰啲咁要食好多水分，食嚟食去，到消費者嘅手入面，同係一隻雞，我哋係咪食過最平嘅嗰啲？奧爾良係啊，去到幾多錢咧？最平嗰啲人8蚊，8蚊雞一隻，整雞一隻8蚊。但係你如果去市場，你冇供應鏈嘅情況下，你有冇可能做到8蚊一隻雞咁恐怖啊？冇可能。
即係你唔學過，你唔係嗰個供應鏈嘅專業，你係無法想像佢可以真係慳到去你嘅手上。所以其實除咗衞生之外，第二個其實真係平㗎。所以話俾你聽，其實西貝呢次佢嘅最大嘅問題係加拎你收到人哋星級酒店咁貴，即係你個良心去到邊度咧？你本嚟就係供應鏈，係咪？你已經係需要賺到佢。我話俾你聽，呢啲咁嘅店咧，純粹就係鋪租貴嘅啫。所以你有冇發覺咧？好貴鋪租嘅商場入面咧，90%嘅餐廳都係預製菜，因為你冇計嘅，你要現炒嘅，佢就會貴到飛起。但係如果你唔係現炒嘅，佢嗰個物價可能正常㗎，但係你都係食中央廚房嘅嘢。所以其實咧，我可以咁同你哋講啊，有得中央廚房嘅餐飲店，佢可能大部分都係預製菜，即係可能會有少部分現炒，即係佢可以一間餐飲店入面少部分現炒，大部分係預製。我頂，我有得中央廚房，我梗係慳得係慳㗎啦。中央廚房啲嘢幾平啊，俾我係咪先？第三樣嘢，中央廚房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存在嘅理由，專利專利同埋嗰啲叫做係商業機密嗱，咁因為你做中央廚房，咁你嗰個老細，你係咪管好你中央廚房之後，你又可以招商啊？即係加盟咯。加盟係啊，連鎖加盟啊。咁你加盟商咧揸頸就命，蝕就蝕加盟商啫嘛。咁所以如果你一個中央廚房一個餐飲連鎖做得好，其實就係中央廚房做得好。咁你加盟咧，其實就睇你加盟費。你要中央廚房係做咩啊？就係因為你要攞住你自己嘅商業機密啊嘛。包括奶茶店都一樣啊。呢啲咁嘅原料啊，嗰啲咁嘅嘢都係工業上嘅配好俾你。你一個餐飲店、奶茶店嘅老闆，你識鬼咩？你都唔係嗰個專業。係嘛？完全搞唔掂㗎呢啲，唔係話哦，我想開奶茶店，我學人煲壺茶，跟住溝啲鮮奶咁，你蝕死你啊！同你講，你點打得過蜜雪冰城？我對預製菜的憂慮，個社會就咁發展嘅。哦，原來餐飲業現炒嘅嗰啲係一類，中央廚房呢啲又係一類。咁如果有中間呢個不倫不類嘅，可能就係佢既有中央廚房，又有現炒嘅，只不過佢現炒嗰啲餸咧就特別貴啲。你知唔知而家好多酒樓會有特價菜？你聽過未啊？係酒樓喎，唔係話嗰啲咁嘅連鎖嘢喎。我係有一個經歷，就係話猛咁同佢啲部長啊、廚房啊去講，喂，唔好整咁鹹啊咁，點啊咁。但係講完一次又一次，哪怕佢重新煮，佢都係鹹到飛起。咁你覺得而家聽完呢期節目之後，你 get 唔 get 到係咩原因？就係預製菜，係咯，冇得變咯。變唔到啊！佢唔通揾啲水倒入去，跟住再霎下佢，跟住出嚟唔得㗎。你做過廚師，你哪怕你問下你阿媽，如果落重咗鹽，可唔可以搞翻啲鹽出嚟 ？No way 嘅。中國人飲食啊，好大一個問題。我係好唔開心啊！呢期節目，直情想流眼淚嗰種唔開心，因為預製菜已經係不可逆嘅一樣嘢啦。預製菜入面咧係放到好鹹下嘅。而家咧世界衛生組織都係講咗，中國人嘅鹽啊攝入量咧係超標㗎，超標好似唔知幾多倍嘅，好嚴重嘅一樣嘢㗎。所以好多人個腎咧整下又報廢嘅啦。咁我阿媽咧有少少糖尿嗰種，其實就好傷嗰個腎嘅。咁再加上咧而家出街食飯咧，基本上都係好悲觀。你點同個部長講都冇用啊，知唔知啊？好慘啊！所以我真係恒指好急啊！我而家講到急到即係想喊，好似冇解決方法，即係俾唔到人一條出路啊！你真係想鹹死我哋咩？食得多糖有害噶嘛？你奶茶店你都有1分唔加糖、3分糖、5分糖、7分糖、9分糖標準糖，你有咁多檔啊？1、2、3、4、5、6啊！但係你喺鹽入面，你一檔都冇得俾我，而且係不可逆啊！大佬，你係咪有預製菜？話俾你聽，其實唔重要嘅，最重要嘅係，與其俾我哋知道你係咪預製菜，我仲更加希望各大嘅餐飲企業或者係制定標準嘅部門，可以俾我哋消費者知道呢一碟餸鹽嘅含量。